参见大人。路上没出什么岔子吧？报告王爷，没有。这宫中将乱，以后调查信息的问题就交给你们了。是。皇上临出宫前，曾经单独召见过于大人。皇上跟微臣所谈，都是他出征之后朝廷的政务安排，别无其他。于大人，如今皇上不在，宫中政务唯有你我二人承担，有什么事情我们还得互通有无啊。太后身处后宫，与朝廷的政事不宜过多询问呢。太后若别无他事，臣先告退。好重的妖气！大侠，千万不要被这个皇宫的阵势所吓到。这皇宫方方面面呢，都是我的地盘。你一旦迷路了，你就提我的名号，我叫小茅屋，没有人会不知道我，都会保你安全。大侠，你看我一眼行不行？你不看我，咱们怎么交流感情呢？闭嘴！大侠，你换句词儿行不行？你换一个更有感情色彩的词儿。滚！连骂人都这么帅，没谁了。于大人，侯公公，这位小道长是？他是三清观的天目童道长，这位是首辅大臣。太后请清虚道长前来降妖，道长不在，所以只有请小道长陪我来回禀太后。我与清虚道长有过几面之缘，今日一见清虚道长的高徒，也是一派仙风道骨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小道长若介入此事，可得不被外力所蒙蔽呀。此事不仅仅是捉妖那么简单，可能还会涉及到重要人物。受教。我先告辞了。道长，前面就是太后的寝宫了。怎么，清虚道长返老还童了？回太后的话，清虚道长云游去了，就剩下这位道长留在观中，所以奴才才请他回来做个见证，请太后恕罪。罢了罢了。小道乃是清虚道长的徒弟。据我所知，清虚道长从来就不收弟子。无量天尊，师父，徒儿。小道长果真有些本领。太后啊，你的鸟怎么说死就死了呀？听说清虚道长能让死物变活，
知道他的弟子是不是也有这个法术？小道不妨一试。活了，活了！小道长神通广大，就留在宫中降妖吧。你在干什么？不是，刚才那东西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？道长，请留步。道长法术高深，本王甚是敬佩呀。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陶公公，道长的住处安顿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不如就住在本王府上，早晚也能讨教一样。启禀王爷，道长已经答应说，住我那儿了。对，住我那儿了，是不是？此话当真，道长？说呀。他不过是个太监。太监怎么了？太监住的地方都下贱。于修道之人，眼中并无贵贱之分。那好吧，陶公公，听说你前儿的刘公公刚死没多久，那就让道长住在他那儿吧，也好有个伴儿。这多谢了。这屋也太破了，这什么都没有。不是，道长，你这是能住人吗？这有什么不能住的？这地方总比我们山洞里好多了。没事了，你们两个先回去吧。干嘛呢？你说我师傅那屋什么都没有，我不得给他拿点东西吗？哎呀，我们压根儿就不该请他进宫。咋的，小老头？你是怕我师傅打不过他呗？我是说，这个道长太天真了，法术再高也斗不过心术啊！小老头，你自己郁闷吧，我走了。你去哪儿？别再惹祸！道长，你醒了。道长，你醒了哈，来，先吃饭，咱先吃口东西。我不吃饭。你看，不吃饭可不行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是不是？这叫道法。我们修道之人，通常几个月都可以不吃不喝的。那不吃饭啊，那省粮食也好。那睡觉呢？我不睡觉，只要打坐片刻，就相当于睡一宿。也不吃饭，也不吃。那这个你得用得上吧？这是什么？这个鹑鹕。如此挥舞，不是，快把它扔出去！你干嘛呀？我是来伺候你的。我不需要人伺候，你去找陶公公吧。师傅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收了我吧，好不？以后别再叫我师傅，小蘑菇。走。
好，道术真的有那么神奇吗？那呀，得看他的法力如何了。那个会变化的道长呢？他厉害吗？这个呀，母后也不知道。不过呀，外面稀奇古怪的东西多得很。六王觐见。六王叔好。六王来了。参见皇后。臣有些后宫的事要跟皇后商议。平儿，那你去御膳房准备点点心，我和李六王叔要商量点后宫的事。好。那等我回来之后，母后你要继续跟我讲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哦。好的，记得拿点心哦。你和那个小道士聊得如何？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本王本想拉拢他，谁知他根本不予理睬。哼，一个小道士不知宫中规矩，也是习以为常。我们现在正是用人之际。哼，要不是看他有点法术，本王才不会搭理他。也许那个小道士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，他根本就看不上你的小小恩惠，也许他要的更多。对了，今天太后召见了于大人，这老狐狸似乎想趁着皇帝出征要垂帘听政。于大人可是皇上身边的人，他不可能袖手旁观的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有刺客，抓住他！于大人，那边。分头上。这怎么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小蘑菇，我来给你送桂花糕啊。云儿，走。啊，以后我就住这儿了。道长住这儿，我就跟他住这儿了。是吗？你看看啊，太好了！你要是学会了道长的法术，他们就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你说的对，云儿。我看看到时候谁还敢欺负我小蘑菇，那时候真叫没谁了。师傅。什么师傅呀？刚才有。快追！于香荣。那个云儿啊，你先回去啊。你先回去，你把我尿壶也带上。好，我去看看啊。好。哎，小蘑菇，你小心点啊！我知道了。云大人，不好了，那女鬼又杀人了。在哪儿？随我来。
你不要杀他吗？小蘑菇，怎么会是你呀？云大人，他是太后派来请来捉妖的道士，你杀他干嘛呀？太后请人，我应当知道，怎么会请他这个三脚猫？你给我让开！这位云姑娘，你就别闹了。如若不然的话，我就向太后禀明此事，说你和那女鬼是同伙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你和那女鬼不是同伙，为什么你刚才跟我跟得那么紧？而且，我刚才明明已经知道那女鬼的行踪，如果来得再早一点，这个宫女就不会死。三脚猫就是三脚猫，画符捉鬼你倒不行，栽赃陷害倒是你的老本行。哼！既然你口口声声地说你知道这女鬼的下落，那我问你，这女鬼长什么样子？身高多高？穿黑穿白？头发多长？是胖是瘦？你知道吗？哼，答不出来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要行骗到别的地方去，这可是皇宫。要是一不小心被戳穿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恕不奉陪。哎，你等等！哎呀妈呀，太帅了！这个臭道士也太不把咱们锦衣卫当回事儿了。是啊。那咱们就帮云大人出出气。来，你们过来。女鬼杀人了！女鬼杀人了！女鬼杀人了！你没事？快，女鬼进去了。快！起来！行啊，陈大人，您这招厉害呀，让这小子再得意。怎么着忘了？这还差不多。你这小崽子，这2天跑哪去了？也不知道给我来请个安。哎呦，公公亲的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哎。云儿，你回来啦！你是？小道天木童，无意冒犯，还请姑娘见谅。天木童，你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道士呀？哎，你让我看看你啊！哎，道长，你流鼻血了，我帮你擦擦。没关系。不能进去！在下奉命抓妖道，让我们进去！让我们进去！不行，你们不能进去！云儿，怎么回事？公主，锦衣卫非要进来抓妖道。是道长以为我被妖孽袭击，专门过来保护我的。你让他们走吧。是公主。哼，你们快点走吧。原来是公主殿下。道长，叫我乐平就好。哇，好帅呀！哎呦，我真不是故意不给你请安去的，只是最近宫里闹鬼，搞得所有人都人心惶惶的。哎呀，这么多年就没见过鬼，你还闹鬼？你叫什么叫啊？这是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，娘娘。
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娘娘。你别忘了，你只是个太监。不是，太监怎么了？太监也是有尊严的。你好，你看看你，男人头。你说什么？你赶紧给我滚！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滚！滚就滚！我滚！我就要把他打回来！我就给他打回去！这坎儿真的，从这边啊！你这光棍这边行赚着你了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谁破？若时光倒流，还能为你做什么？该舍难舍，想得不得，谁能化解这因果？